Brindisi Introduction。羅超眉同我特別選咗 Brindisi 呢首好開心嘅歌去配合我哋今日呢個新年慶祝聚會。Brindisi 係意大利文，英文呢就翻譯做 toast， 唔係食嗰啲多士，係祝酒。英文呢就翻譯為 The Drinking Song， 中文就叫做祝酒歌。呢首好出名嘅歌呢，係好多男高音音樂會必選嘅歌目，因為係一首叫人一齊飲酒好歡樂嘅歌嚟嘅。有人呢更好幽默，話我哋嘅5點到8點嘅 Happy Hour 呢，係呢一首作曲家 Verdi 首創嘅。現在我呢就介紹作曲家 Giuseppe Verdi。Giuseppe 呢就即係 Joseph 咁解。佢係出生於1813年，就1901年中風而死嘅，就87歲。佢係19世紀意大利嘅首屈一指嘅歌劇作曲家，一共作咗25部歌劇。出名嘅咧就有 Aida 啦，1871年；La Traviata 1853年；Otello 1887年；Rigoletto 1837年等等。佢8歲咧就已經成為受薪嘅風琴師，13到18歲咧就作咗好多各種各類嘅音樂作品，20多歲咧就已經完成第一部歌劇 Oberto。佢第一部成功嘅歌劇 Nabucco 係1842年，即係29歲已經完成啦。嗰個 chorus 咧就叫做 Hebrew Slaves， 即係希伯來奴隸合唱。Va Pensiero 就係 Verdi 死後葬禮嗰陣時候就唱呢一首歌嘅，就有820人組成嘅合唱，30萬人參加呢個葬禮。佢67歲咧就喺米蘭，即係 Milan 就建咗一個叫做 Verdi House。佢就住喺嗰度，然後死後咧就將呢間屋咧就俾嗰啲退咗休、收入唔高嘅音樂家入去住，就用佢嘅版權費嚟維持嘅。佢嘅博物館咧亦都喺呢個 Verdi House 裏頭。好，現在講一講呢個 La Traviata。呢部歌劇 Brindisi 咧就係第3幕中嘅第一幕，由女主角 Violetta 同埋男主角 Alfredo 二重唱嘅。La Traviata 咧翻譯咧就成為 The Fallen Woman 或者係 The One Who Goes Astray。佢係指嗰個女主角，佢係一個高級嘅妓女，即係 courtesan。La Traviata 係全世界演出最多次嘅歌劇。2017-18年呢一季咧，一共演咗861次。第2名咧就係Carmen 就演咗698次，就少過咧 Traviata 163次嘅。羅超眉咧就將我哋兩個彈嘅鋼琴4首嘅音樂就代入咗 Brindisi 呢首歌裏頭。現在請大家欣賞，多謝。